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0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诈骗，聊一聊洗脑啊。因为最近啊，关于诈骗这个宣传比较多，出的事情也比较多，舆论关注的也比较多啊。不仅有这个缅甸的妙瓦底，是吧？专门这个针对中国人的这个诈骗园区啊，还有这个很多中国人呢，由泰国中转到缅甸的妙瓦底啊，各种电诈。前不久，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也亲身讲述了自己遭遇电诈的这个经历，提醒网友引以为戒。我在节目里面也转过，我自己也讲过。但是啊，就这种低劣的骗术啊，他为什么能够屡屡得逞呢？今天这个新闻晨报啊，他又刊登一个诈骗，说这个骗子啊转走300万，给受害人转1万做生活费。这个骗子把人家300万骗走了，一看这个也太狠了，韭菜根都割断了，觉得过意不去啊，良心上过意不去，所以他给受害人还转了1万块，给人家做生活费。你说说，据三亚广播电视台报道啊，他说近日来三亚过冬的付女士接到短信，称自己开通了某直播会员，每个月将有1300元的自动扣费，如果不按时缴纳将会影响征信。付女士一看非常着急，拨打了上面的电话，在和所谓的客服沟通中，通过 QQ 加了一个所谓的银联工作人员，一通操作下来，对方将付女士的账户里的定期存款全部都转成了活期，把她名下的300万元全部转走了。付女士还向对方询问自己现在没有钱了怎么生活，结果对方竟称先给付女士转账1万元到微信钱包里做生活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高明的骗术啊！诈骗分子为了稳住这个付女士他们好把钱尽快的转走。事后这个付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去报案。大家看视频啊。据三亚广播电视台报道，近日来三亚过冬的付女士接到短信称自己开通了某直播会员，每个月将有1300元的自动扣费，如果不按时缴纳将会影响征信。付女士一看非常着急，拨打了上面的电话，在和所谓的客服沟通中，通过 QQ 加了一个所谓银联的工作人员，一通操作下来，对方将付女士的账户里的定期存款全部都转成了活期，把她名下的300万元全部转走了。付女士还向对方询问称自己现在没有钱了怎么生活，结果对方称先给付女士转账1万元到微信钱包里做生活费，而实际上这是诈骗分子为了先稳住付女士，他们好把钱款尽快转走。第二天，付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去报案。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我现在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现在越来越同意越来越理解很多骗子说的他们这不是诈骗，他们这是根据智商再一次分配财富而已。我现在就是深深的怀疑就是付女士这样的人，她是如何赚到300万的？就是以她的智商不应该有这么多钱，我们这么多人绞尽脑汁，对吧？天天做牛做马，斗智斗勇，到了也没存多少钱，说不定还是一屁股债。结果你看，就这种智商的，他有300万。所以我现在对骗子已经不感兴趣，无力吐槽我现在对这些人，有钱的人，他是怎么获得这么多财富？他输给了骗子，他有这么多财富，那说明他这个钱，也就这样的智商都能搞这么多钱，那就说明他赚钱不需要靠智商，靠的是简单粗暴，靠的是手中的权力。很有可能我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但是我深深怀疑这些人他能赚这么多钱，很有可能来路更不正，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大家这么努力也没挣这么多钱。就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300万，读了20年的书，然后上班兢兢业业攒钱，你攒够300万了吗？结果你看这种智商的，他这个300万怎么攒的？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这些所谓的受害者。关于这个开通某直播会员，这个跟胡锡进老师遭遇的诈骗是一模一样。这个胡锡进老师没上当如果胡锡进老师要上当的话，估计他股票得割肉清仓，然后把他钱转出来。这个年底了骗子也要回家过年，所以这个骗子他也得抓紧搞钱也就这些不法分子骗子小偷，他们也要回家过年，所以他们加大了这个力度所以越到年底越是骗子这个电信诈骗高发期这个央视报道说，前不久江西省赣州市北站驻站民警接到旅客肖女士报警，称自己在乘车前在赣州站缴纳过2000元保证金，到站后铁路部门却不予退还。通过描述，民警意识到
肖女士应该是在上车前遭遇了诈骗。原来肖女士到达赣州站后，有一名男子上前搭讪，谎称肖女士坐车，就乘坐的下一班火车晚点，可以联系内部人改签，需要缴纳保证金，骗走了肖女士2000元。目前2名嫌疑人均已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被骗的2000元现金已返还给肖女士。大家看视频啊。旅途中，除了看好行李，旅客还要提高防骗意识。如果有陌生人搭讪，声称能够协助办理购票、改签、退票等业务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前不久，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北站驻站民警接到旅客肖女士报警，称自己在乘车前在赣州站缴纳过2000元保证金，到站后铁路部门却不予退还。我拿了现金，我们3个人一起的。你现金？是。你现金给谁哦？就是给我们头一起坐车的。通过肖女士的描述，民警意识到肖女士应该是在上车前遭遇了诈骗，随即立即联系赣州车站派出所协查。原来，肖女士到达赣州站后，有一名男子上前搭讪，并带着肖女士到售票厅打印行程单，随后又带着肖女士离开车站，召集另一名男子一起到车站外一家超市门口休息。不多时，就从肖女士手中接过了身份证和一沓现金。而此时，搭讪肖女士的男子还在快470次列车上，民警立即联系乘警，在列车上找到了该男子王某，并将其移交至鹰潭车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据嫌疑人交代，在车站遇到肖女士后，觉得她不经常坐车，对车站业务不熟悉，便以帮助老乡的名义，先带着肖女士打印行程单骗取信任，随后又以带肖女士吃饭的名义离开车站，在车站外和同伙一起欺骗肖女士，谎称肖女士乘坐的车子因故障延误，需要找内部工作人员交纳保证金办理退改签业务，从而骗取肖女士2000元。目前，2名嫌疑人均已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处罚，被骗的2000元现金已返还给肖女士。说到这个火车站诈骗啊，我也是亲身经历，不光是诈骗，还有小偷，我都在火车站，而且就是北京站亲身经历啊。我应该是大1还是大2，那个时候是春节刚过，返校开学嘛，我那时候一个人独自出远门啊，也不多。我从那个合肥坐火车到北京，刚出那个检票口，就遇到2个穿的还比较整齐。大家记住了啊，这个20多年前啊，那火车站到处不像现在，你到火车站去，每个人都穿的干干净净的，哪怕是农民工啊，都稍微整齐一点，至少清洁一点。就我们那个时候坐火车，那火车站就跟那个难民营差不多。然后这时候突然有2位啊，穿戴还比较整齐的，那时候上面穿着个西服，没打领带，而且穿着皮鞋，头发弄得整整齐齐的。有2个人就跟我搭讪，上来就问我是不是从合肥来的。我当时很新奇啊，我当时就觉得他怎么知道我是从合肥来的呢？我脸上也没写字，后来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出来的就是那一趟火车，那趟火车就是从合肥来的，所以他站在那个检票口外面，然后问我是不是到北京上学。我一看他好厉害，他知道我在北京上学，然后我就说是啊，然后他2个人就说啊，他说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我啊也是从安徽来的，我们是到沈阳去开学，他说他们是老师，结果在火车上身份证包丢了，现在滞留在北京站，然后我能不能给他2块钱啊？给他点钱呢？他没说要多少，给他点钱，他打个电话给他的单位，让他单位给他汇款，然后他来买票补手续，然后去沈阳。他一说他是老师，然后穿的比较整齐，我就相信了。然后他说他有困难，对吧？就是钱包丢了嘛。当时啊，我口袋里就有钱。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吧？打个电话好像是1块钱，就是打几分钟啊。我掏了2块钱给他老师，我以为到此就结束了。那个时候2块相当于现在的20块啊。结果那个2个老师啊，一看我上钩了，所以他又乘胜追击啊，还缠着我跟我聊。我那一刻我就突然怀疑他2个是骗子，因为当时在我这个朴素的观念里面，2块钱打电话足够了，他还缠着我。后来我把那2块钱拿回来，头都不回走了。后来我遇到这样的骗子特别多。有一年啊，我当时从北京站出发到合肥，那是大3或者是大4，那个时候我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那时候北京站的小偷非常多。我呢从学校出门的时候上公交车，我身上大概带了20多块钱。
钱，2张10块的，还几张1块的。哎，那个时候对学生来说，这20多块钱就是一笔巨款呢。当时穿了一个牛仔裤，我那个钱呢塞在那牛仔裤的口袋里面、裤袋里面。等我到了北京站，我就感觉这不安全，所以我把那个钱拿出来，把2张10块的藏在上衣这个贴身的口袋里面，而且还有个拉链，把它拉上了，只留了几块钱，大概3、4块钱放在裤子袋里面，这样便于在火车上拿出来买点吃的。结果啊，大家排队检票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骚动，有人在后面乱挤，我就感觉有人挤了我一下。那个时候我就预感我的钱丢了，因为当时正在检票口，我手上还拿着东西，一过了检票口，我再去摸我的这个裤子口袋，果然那几块钱不见了。就是小偷啊趁乱故意制造拥挤，对吧？趁你这个注意力分神的时候偷你的钱，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啊。在这个社会上闯荡啊，没有办法，你首先要提高警惕性，就你要自己要注意周围环境，防止被偷被骗。第二个，对吧？你要有基本的这种常识，基本的这个逻辑能力。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为什么咱们上当受骗的这么多，这么低级的骗术屡试不爽，媒体天天宣传，电视上也天天报道，抖音对吧？社交媒体也有各种报道，但是为什么就还这么多人上当受骗？这个与长期的降智洗脑教育有极大的关系。哎，我也不否认啊，全球各个国家都有骗子，各个国家各个人种各个种族都有上当受骗的，但是像咱们这么大规模大面积的上当，对吧？这种有组织成规模的专门针对华人针对中国人的诈骗，这个是实属罕见的，这个一定跟你的降智教育跟你的洗脑有极大的关系。哎，这些韭菜啊，这些人脑子都已经被洗秃了皮了，他们不是在这儿受骗，就是在那儿上当，到处都是骗局啊。为什么到处都是骗局呢？因为这些人他适合骗，傻子太多啊，骗子都不够用，人人得而骗之。说到降智教育啊，说到洗脑，最近啊，我看这个春节档电影叫《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我看他发布了最新的预告片，这个预告片里面这郭靖的台词啊也很火爆啊，说郭靖台词道出金庸武侠中的家国天下。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战鼓敲响，对决一触即发，危难之中，郭靖以家国天地为怀，侠气大义为鉴，将人生的豪情壮阔，家国的山河岁月一并道出。真正的英雄是永怀慈悲之心。我看这个网上都在热议啊，这个郭靖的台词，还有这个电影叫《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有很多人好评啊，也有很多网友认为啊，郭靖的台词不仅展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更成为中国武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观众表示啊，郭靖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尤其是他那句名言呢，叫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永怀怜悯之心，让人深感触动。还有人呢说这个导演徐克拍摄手法也很这个传奇啊，认为徐克成功的传达了金庸武侠中的宏大叙事和侠义精神。据说啊，这个电影的票房还挺高，还有网友表示啊，春节期间会带家人一起去观看这部电影。我记得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有人让我聊聊这个《射雕英雄传》，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说这个呢？我看很多喉舌啊、央媒下场宣传，也就是什么新华社，对吧？还有人民日报，好像好几个媒体啊都在报道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个电影，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聊这个。说这个之前啊，我先聊一聊最近啊，就是我经常听到一句话，或者咱们经常被教育叫勿忘国耻。哎，一到关键的时候，我们总是警钟长鸣，然后给大家教育说勿忘国耻。经常我就在想啊，这个每一次国耻啊，其实跟韭菜都没关系，就是每一次国耻都不是韭菜导致的，割地赔款、受人凌辱不是韭菜造成的，都是那些肉食者造成的。也就是时髦的说法，第一责任人不是韭菜。但是啊，为什么一轮又一轮的要教育韭菜呢？勿忘国耻呢？谁导致国家受辱，你应该教育谁去啊？你老教育韭菜和牛马，勿忘国耻，就好比那个天天把乞丐叫到一起，让你们勿忘国耻。那乞丐说，还有什么能比我没有饭吃、没有地方睡更加耻辱的呢？对吧？你这个耻跟我这个耻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每天我在受耻辱，没人管
管我，没人来问问我，结果你受耻辱了，我就得出力，这是什么逻辑呢？《射雕英雄传》啊，是金庸写的最垃圾的一个小说之一，对吧？金庸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实际上他那个水平啊，跟现在的很多网络作家没有什么区别。他本来就是个网络作家，他就是在那个《明报》上面刊登连载，只不过他时机好，那个时候啊就没有什么书可以看，没有什么畅销书，他的书拿不了任何奖项，但是不要紧，不妨碍现在有人呢拿着这个书来做文章，宏大叙事，要教育乞丐，对吧？你们有责任守襄阳。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这么说很文雅，成年人的童话那不就是幼稚吗？对吧？儿童少儿看童话很正常，成年人看童话那只能叫意淫呢，臆想幻想。中国自古到今啊也没有什么武侠文化，那全部是近代啊穿凿附会。中国哪有什么武侠文化？侠之大者哪有什么侠，对吧？最早的记录吧，我印象里面啊也不一定是最早，恐怕就是荆轲刺秦王，那也是权贵之间为了利益他干他的，跟牛马跟韭菜有半毛钱关系啊。中国的武侠文化你去研究研究，水浒就已经算是武侠文化，那是根据说书人在那一段一段的说整理出来的，明朝才整理的，对吧？你看看水浒，谁算得上是武侠呀？谁是侠之大者？你不要看金庸写的这个，因为金庸是现代人，我们说这个武侠文化，对吧？最能代表武侠文化的作品恐怕就是水浒，对吧？往前也没有正经的书啊，对吧？都是那个传记里面，荆轲刺秦王，荆轲算侠客吗？对吧？他是替晏子丹，对吧？晏太子丹吧，这替他去卖命。风萧萧兮易水寒，就在河北易县呢，那易水。所以说在金庸之前，你要聊武侠，那恐怕只能是水浒传。水浒传里面谁称得上是侠客呢？侠之大者呢？没有。鲁智深算半个，为什么是算半个呢？就是鲁智深上梁山之前可以算得上是侠客，有侠义精神，对吧？为他的这个一见钟情的这个金翠莲呢打抱不平，好像为那个桃花庄那个老太公吧打抱不平。但是自从上了梁山以后啊，人家变了，变得很官僚，变得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武松算侠之大者吗？算大侠吗？那武松更是个古惑仔啊，谁对他有恩，不管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他都会帮他，是非不分。这样的人武艺越高，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就越大。那个施恩呢，也只不过是多给他吃了几顿饭，他就为施恩卖命。那个施恩不过是一个黑吃黑的典型的，对吧？是个恶霸，专门收小姐的钱呢，从小姐头上抽税的就是施恩。说白了就是个鸡头。这武松帮他抢地盘，哪有什么武侠呀？你再往后聊，那就是大刀王五，义和团里面的一个人物，好像后来也是大师兄之一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啊跟这都有关系。义和团有大侠吗？义和团倒是符合那个乞丐守襄阳。结局呢？结局还是被权贵出卖，对吧？慈禧跟杨仁一议和，第一个杀的就是义和团，卸磨杀驴，哪有什么大侠呀？只不过想投靠权贵当鹰犬，失败而已，被人利用了。最让人讽刺的是，过去封建社会，尤其明朝，你要侠客的话，你得练武啊，各种武艺啊，整个明朝好像就不让你练武，民间练武都是犯法，自己可以查查这史料啊。所以没有什么武侠，所谓的武术，就现在我们所谓的传统武术，都是从清朝开始。清朝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太平天国以后，或者太平天国前后吧。在这个之前，封建社会那些帝王那是不允许老百姓练武的。你练武，你想造反是吗？对吧？所以现在啊，所有的什么传武、什么八卦、什么太极、什么那个拳，你往上倒，只能倒到，对吧？清末这些大把是卖艺的这些人，他为了自吹自擂，他把他这个拳呢，一下就能搞到元朝去，搞到南宋，都是扯淡。他们老祖啊，顶多是清末民间人士，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啊，天下大乱，所以各地的乡绅呢，不就曾国藩嘛，对吧？他就组织团练，地方开始练兵，那就组织地方那个地主武装，他就请这些教师啊，慢慢的就发展起来各种拳种，什么民间武术。后来清朝也不行了，管不住了，所以到民国，所以才开始啊，有所谓的武侠。所以说这种武侠文化只不过是近100年的事，家国情怀不过是骗人而已。家不是你的家，国更不是你的国，忽悠乞丐去守襄阳，不过是为朝廷卖命，为权贵甘当鹰犬。明末清初那个大儒啊，顾炎武说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个天下不是指家，也不是指国，指的是公道道义。这个郭靖的台词啊，说真正的英雄
是永怀慈悲之心。慈悲在哪儿？当你辛辛苦苦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买了一套房，现在天天加班996拼命工作，结果还被裁掉，完了你的房贷还不起，房子也被法院拍卖，一拍卖完之后你还欠银行钱，辛辛苦苦10几年白忙，你还欠银行钱，你做错了什么？这个过程中谁有悲悯之心？谁同情你了？谁帮你了？谁保障你了？这个时候悲悯之心在哪里啊？有很多是刚需房啊，对吧？炒房客我们可以说他活该，你投资嘛，投资有输有赢，像这种刚需房呢，他兢兢业业，对吧？他小心翼翼，他积极向上，你说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好，即便他做错了吧，那悲悯之心呢？所以说啊，这个央媒一下场，喉舌一下场宣传，这个味儿就全变了。本来这个金庸的格调就不高，大马路上老太太倒地上，谁敢扶啊？就这个好意思说侠之大者，舔这个大脸啊！那小孩啊，我有一次视频，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小学生被一只狗追咬他，那旁边开车的、骑电瓶车的、走路的，没有一个人过去帮一下，这叫侠之大者，连狗都不敢管，就看着那个狗追那个小孩，后来躲到那个汽车边上，汽车都不动，都没人说哎下来帮他一下，这叫侠之大者，这叫丢人现眼，就是越宣传什么，越说明这缺什么，对吧？越缺什么，他越显摆什么，这不就是黑色笑话吗？啊，正因为这样长期的降智宣传、洗脑教育，导致啊，这韭菜他也不是个正常韭菜，所以对吧？骗子一看你能骗，那我也能骗呢，对吧？你能割，我就不能割是吗？所以就出现了骗子，对吧？和这个权贵抢着割韭菜，为了割韭菜，他们互相打起来了。这个权贵说：“我把骗子全部消灭。”问题你把骗子消灭了，那你只要韭菜还在，你要长期坚持这种降智教育、洗脑教育，那新的骗子又会出生，一样的会跟权贵去抢着割这批韭菜。按照梁宏达说的啊，对吧？这些乞丐那不就是兜里没钱，心里没数吗？他以为这个大宋、南宋不是北宋吗？跟他有啥关系啊？事实证明啊，这个元朝来了之后，好像这些乞丐过的日子不是更好吗？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对吧？他们应该欢迎，对吧？这蒙古人呢，不太理解金庸为什么要这么写。要论降智宣传、洗脑教育，那金庸可以算是一代宗师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